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早前被廉政公署拘捕，事件再有新進展。有消息話，廉署喺許仕仁出任政務司長期間，發現兩間銀行合共向佢提供7000萬元嘅無抵債貸款。其中一間華資銀行向佢批出嘅無抵債貸款高達6000萬元。據了解，呢一間華資銀行嘅高層同許仕仁份屬好友，但即時已經同佢劃清界線。銀行界消息透露，許仕仁喺俾廉署正式拘捕之後，相關銀行已經即時監控許仕仁嘅往來賬戶，各間銀行自動獻身發出合共超過30張嘅信用卡，亦都立即暫停。不過由於有人向廉政公署表示冇錢還同冇物業，於是提出以私人珍藏嘅大批紅酒頂債。據了解，華資銀行已經派員接受呢一批超過3000支、小部分市值1萬蚊一支嘅紅酒，稍後將會安排拍賣，不過估計未必足夠填氹。而有趣嘅係，部分紅酒嘅年份同批次同曾蔭權早前送出作為慈善用途嘅部分紅酒相同。據了解，今次事件曝光之後，已經驚動金管局。呢間華資銀行可能要解釋點解會提供入息唔相稱嘅巨額無抵債貸款，當中嘅審批過程有冇錯漏？據了解，呢一筆貸款接近許仕仁一共17年嘅人工。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